现在的熊孩子都这么嚣张了吗？熊孩子手拿钥匙，脖子后面就会出现个钥匙孔，缓缓插入，随即扭动。熊孩子就像断了线的木偶被定在原地，而不远处的身后却出现另一个自己。但此时他的另一人格竟盯上了房间里的大箱子。看到了里面的景象，文迪立刻叫来了哥哥和姐姐。原来箱子里竟是文迪的大脑空间，里面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奇幻乐园。看来熊孩子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随后文迪打开一个盒子，里面储存着他曾经的记忆。通过盒子，兄弟三人又看到了死去的父亲。可记忆就是记忆，无法满足他们真实的触摸感。看着父亲睡前讲惊悚悬疑的小故事，瞬间勾起他们思念父亲的情绪。了解到头脑钥匙的神奇，姐姐杰西果断把钥匙插进自己的脖子。于是房间里出现一扇旋转门，但与文迪不同的是，他们竟回到了父亲被枪杀的凶案现场。姐姐正搂着弟弟躲在桌子下，一脸惊恐地看向对面，而外面的黑影就是杀死父亲的凶手。这段记忆也令杰西感到深深自责，因为他本可以利用眼前的铁刺阻止对方，可由于自己的懦弱，迟迟不敢动手。他认为自己当时如果不那么懦弱，结局就不会是现在这么悲催。哥哥知道这不能怪杰西，便一门心思地开导他。也就在此时，意外发生了。Tyler！面对场景再现，这次杰西没有迟疑，拿起铁刺就扎向对方。其实对方就是杰西的心魔幻化而成。回到现实世界，杰西看着哥哥被袭击留下的伤痕，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。与此同时，文迪又找到了新的钥匙，那是一种可以将肉体与灵魂完全剥离的钥匙。熊孩子第一次尝试独立飞行的感觉，喜悦的心情简直是无以言表。但此时的杰西再次进入了通往大脑的那扇门，并在里面拖出一大袋东西，里面竟是偷袭哥哥的怪物。看来杰西已经彻底战胜了他的心魔。发泄完愤怒，杰西将心魔深埋地下，就是不知道这种方法能不能奏效。而这一切全被窥伺钥匙已久的恶毒女人尽收眼底。